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7日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总统蔡英文伫早起10点接见美国拜登政府派来的使团，美方表示，这全是表达美国会坚定维持承诺。传出罗西亚已经攻占乌克兰第2大都市哈尔科夫，今仔两边迈个举行第2届的会谈判。国内劳动基金因为受到战争甲全球通货膨胀影响，1月底统计了1000多亿，2月有可能会阁愈惨。新闻开始来看，总统蔡英文伫早起10点接见美国拜登政府派来台湾的特使团。蔡总统嘛讲到，伫乌克兰的情势遮尔紧张的时，美国派团来台湾访问，是会体现对台美关系的重视。面对中国威胁，嘛希望会当甲美国有愈合密合作。美国前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穆伦就表示讲，这届的访问就是要来表达美国会坚定维持承诺。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对侵略行为冷眼姑息，就是为自己制造更多的威胁。这是全球民主国家团结的时刻，台湾也不能够缺席。强调台湾未无参加，总统蔡英文伫初二早起接见拜登政府的特使团，大声感谢伫乌克兰局势紧张的时阵，美国派团来咱台湾，展现出对台美关系的注重，嘛凸显出台湾伫国际区域安全顶悬的角色。国际民主社群就要更加来团结。面对台海和区域安全威胁，我们期待跟美国、区域各方能有更多紧密的合作。共同压制各种形态可能冲击安全的单边行为，以维持区域的和平稳定。总统蔡英文表示讲，目前中国对台海也有这个区域的军事威胁耍咧称权，也有放假消息来咧攻击。台湾有坚定自我防卫的决心，当然嘛毋望讲和美国耍咧合作。最近外界咧讲，美国会来放弃台湾。美国前参谋总长联席会主席穆伦嘛特别保证讲，美国绝对会来坚定因的应准。That is why the United States will continue to oppose any unilateral changes to the status quo, and will continue to support a peaceful resolution of cross-strait issues. I do hope by being here with you, we can reassure you and your people, as well as our allies and partners in the region, that the United States stands firm behind its commitments. 穆伦认为讲，访问台湾的时间点是世界上历史上上界关键敏感的时阵，即马比较早的任何时刻，拢较需要来捍卫民主。嘛，传达讲美国下党派来坚定挺台湾的立场，强调讲会维护台海和平的稳定，唔那讲是有符合美国的利益，嘛符合全球的利益。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罗西亚甲乌克兰小战第7天咯，两边今仔会阁举行第2届的谈判。乌克兰总统是要求罗西亚爱先停战。昨罗西亚嘛攻击当地一座电视塔，造成5个人死亡。罗西亚嘛向第2大城哈尔科夫的自由广场射飞弹，嘛造成10个人死亡。罗西亚的攻击已经伤害真侪无辜的百姓，引起全世界批评。基辅电视塔下边甲周边地区大火，乌克兰指控俄罗斯的攻击行动野蛮，造成巴提亚附近地区无辜的老百姓死伤。这是1941年纳粹大屠杀对犹太人上大段以屠杀之一纪念地点。目前电视塔的检修，并都透过卫星电线甲网络完全发送。Ситуація, яка є, наголошую ще раз, загрозлива. Ворог хоче взяти серце нашої країни, але ми будемо битись. І Київ не віддамо. Збройні сили. 第2大城哈尔科夫市中心独立广场的市政大楼外口予导弹拍到，有老百姓不幸伤亡，附近的歌剧院甲音乐厅也被炸。Сильный взрыв со стороны площади, и сразу всех стекол не стало. Кто был возле окон, все очень сильно пострадали. 根据卫星相片，一个64公里长的俄军车队行向基辅，拍到第6天，俄军改变战术，加强轰炸乌克兰市区，佮表示计划攻击基辅科技中心，爱民众赶紧离开。1 марта вооруженными силам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нанесен удар высокоточным оружием большой дальности воздушного и морского базирования. Поражены 2 аэродрома и 3 радиационных поста противовоздушной обороны. 43 пункта управления и узла связи украинских вооруженных сил. 美国上新评估，俄军无占领哈尔科夫，这就是重要港市马里乌波尔，
不过已经占了附近城镇。消息人士透露，两边第二摆会谈按算期伫北俄波兰交界举行，顶一摆无结论。乌克兰总理泽连斯基要求伫第二摆谈判进行俄军先停火。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初一伫欧洲议会演说，展现出乌克兰捍卫国家主权的决心，和在场的议员拢真感动。反议另外嘛一边反一边后甜，后面的官员嘛准备要提案宣告罗西亚是罗马政府罗马国家，呼吁各国爱加强制裁。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嘛谴责罗西亚发动战争，伊认为应该甲罗西亚踢出联合国的人权理事会。Мы боремося за наші права, свободу, за життя. А зараз ми боремося за виживання.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初一伫欧洲议会来发表视讯演说，展现乌克兰来保卫国家的决心，同时嘛，甲欧盟化话。Доведіть, що ви разом з нами. Доведіть, що ви нас не відпускаєте. Доведіть, що ви дійсно європейці. І тоді життя переможе смерть, а світ темряву. 演说结束了后，欧洲的议员全部拢徛起来要拍扑有1分钟遐尼久，就连这个口译员，伊伫个翻译的过程嘛是安尼讲甲曲拗。Today, though, it was different because the message was so powerful. And it's also very personal for me. 泽连斯基演说，大家都俄罗战，甲比指起来同一天。俄罗斯的外交部长拉洛夫，伊伫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甲裁军谈判会议内底，这个演说说是安尼天差甲地。台顶咧放俄国的外长遗录的影片，也那伊的内容是大部分拢咧批评乌克兰，也那台卡是强要无半人。真侪国的代表来发起抗议，因爬起卡过来走，聚集伫个广场外口，手提蓝黄色的国旗咧声援乌克兰。Has to take a very strong stance in defense of its own principles of the UN Charter, because what Russia did to Ukraine is an attack on the UN foundations. 另外一方面，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嘛伫个这个演说内底谴责俄羅斯殺害平民，因犯着戰爭罪，應該個愛甲這個俄羅斯甲踢出去聯合國人權理事會。One can reasonably ask whether a UN member state that tries to take over another UN member state while committing horrific human rights abuses and causing massive humanitarian suffering should be allowed to remain on this council. 國際挺烏克蘭的行動煞咧發酵，除了講已經有送出加入歐盟的申請，即馬歐盟的官員嘛當咧演議草案，拍算講宣布俄國是羅馬國家，呼籲歐盟國愛加強制裁，也那隨時嘛是歷史性來放棄中立，正式來加入制裁的行列。公司新聞王碧文編譯。烏克蘭一再表現出要抵抗到底的決心，有真濟志工收集物資，予醫護人員甲軍人哦，有真濟國家的民間組織嘛發起援助，要為烏克蘭募款。佇德國、佇台灣哦，有民眾利用作弊來對羅西亞總統普丁嗆聲。這寡附近人甲衫拆做一條一條，佮做成偽裝用的迷彩網，刷落去甲送去某一個軍事基地。事實上，外口佫有較濟衫要送入來。Stripes onto the net to have something like the net for our soldiers to hide the equipment. Люди роблять все, що можуть робити. В'яжуть шкарпетки, готують їжу, знаходять тканину, плетуть сітки, знаходять медикаменти, віддають свої, здають кров максимально, blue. Все, що можуть. 目前羅西亞正在向基輔推進，民眾好親像感受到時間的壓力。一陣之間過去這幾天，一直在收集物資甲食食，分發給醫護人員甲軍隊。尤其是前2天基輔宵禁，予幾落10萬米佇咧地鐵避難的民眾袂曉巴肚。一間餐廳經理為着幫助軍隊，暫時無做生意，因為國家若無去，根本就唔免講生意。Повинен підтримати нашу армію, тому що це надважливо. 羅西亞的攻勢拄着烏克蘭倔強應對，除了國內百姓的支援，佇烏克蘭境外嘛有真濟幫贊。佇立陶宛一座莫斯科主產的大樓頂，就轟噴垃圾機的飄語罵羅西亞總統普丁。
伫咧车路顶悬，嘛会当看到经过普廷海牙国际法庭见的大字。国际法庭是联合国上悬的司法机构。乌克兰顶个月底已经向海牙国际法庭提出诉讼，要求罗西亚停止入侵。德国北莱茵西法利亚邦的城市吕登沙伊德嘛有声援乌克兰的大字彩画。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的大城马拉加的乌克兰人，连续3天募款，一架载满药啊、食食甲衫裤的卡车已经离开西班牙，登要去乌克兰。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蔡英文今仔伫民进党的中常会嘛表示讲，伊甲副总统赖清德，佮有行政院长苏贞昌会关出1个月薪水来帮助乌克兰，嘛呼吁国内民众嘛来协助乌克兰甲民主自由徛做伙。也毋过要捐钱嘛是爱特别设立哦。有一个台湾甲乌克兰少年人设立为乌克兰募款的平台，上线的第2天就受到骇客的攻击，网络断线，目前是搁调查骇客的源头。这设立无到3天，有几名台湾甲乌克兰少年人做伙发起的支持乌克兰募款平台，都受到网络攻击。有民众想要来这个网站，找讲会当直接捐款给乌克兰政府，还有民众的募款口座。虽然发现有时阵是连袂入去，还是速度上慢。网站的管理员了发现原来是受到国外的网络流量攻击。应该是用这个流量过大来瘫痪的，因为大量的用户进去，一次都是下载几百枚的一个流量。那我们知道网站本身大概只有几枚的一个流量，所以我想这个背后一定是代表是一个比较组织性的行为了。这个乌克兰起有武力攻击，真侪国内民众是表达消停的态度，不但是有人行上街头来声援，嘛欢迎伫咧捐款的经验，支持乌克兰募款平台统计，到2号透早11点左右，已经有超过1000笔的捐款，这总金额是超过140万。已经有这个台币140万左右，那这个还是陆续在增加当中，所以这远超于我们当初的一个想象，甚至于我们连口罩本来要赠送给捐款者的口罩，我们现在都还在加印哈，所以确实我觉得台湾人是非常愿意透过行动来支持乌克兰，来支撑乌克兰这一次的抗战行为。原本想讲是未来经手相关的捐款金额，只不过是要来认证倒一个募款口座是真的，袂互大家受到网络的诈骗。所以这个网络平台一开始并无来特别强化网络安全的防护，一概起予网络攻击了后，网站一方面来加强设备，来追查到底是谁来攻击这个网站。记者张志雄、陈立峰台北报道。来关心疫情哦，咱国内今仔新增加47个境外病例，2例本土病例，拢是桃园面伫幼林园的群主防可爱隔离的案件。今仔嘛开放第25期追加疫苗预约，指挥中心嘛呼吁讲，下资格民众就爱赶紧去登记。来听指挥中心第一波上届新的说明。本土有2例。那境外移入的47例那本土的案例这2例都是居隔间的阴转阳国小里面的电脑那个电脑老师的学生20683那在前一段时间，在这个老师他们在匡列的时候就已经有检验匡列那检验阴性那现在是转阳性。那另外是他的友人这个20563的友人2068210点开始我们第25期的就是追加季的一个预约，4个厂牌目前其实都有相当大的量可以预约，那请符合资格的民众那尽快到我们的这个预约平台来做预约，那一直到3月4号中午12点截止。桃园今仔又搁增加2个病例，桃园市长郑文灿是表示讲，这2例拢是伫居家隔离的时阵验到病毒，并无造成社区烧化的风险。面对幼林园群主事件，目前各局嘛已经有20来个人患着病。面对幼儿园群组感染事件个传开，桃园初期各增加2名本土确诊个案，其中1个是学生。桃园市长郑文灿伫防疫会议了后表示，居家隔离期间采检出来无社区风险。面对幼儿园群聚感染事件，那么已经传播到第4波。那不过今天新增2个确诊个案是在居家隔离的范围采检出来的。市长郑文灿强调，面对幼儿园群组感染，扩大采检是有成果的。也讲到观音国小、新街国小采检站加强着殡仪馆专案，开放民众采检，总共采检5280人，全部拢是阴性，显示社区是安全的，传播风险较细。
那合计采检的这个5280人全部都是阴性，这个是开放给民众来采检，因此基本上社区的风险是比较小的。面对幼儿园群组感染事件，到目前为止，16人确诊，已经有4间学校，16名学生囡仔确诊。面对幼儿园和面子课教中心、观音国小甲妇幼、富林国小甲妇幼、新街国小甲妇幼停课到3月11日。记者综合报道。桃园面对幼儿园群组已经有20来人患着病哦，有一半拢是还无12岁的囡仔。有医师就建议讲，边境已经有准备要放人咯，会当先予5岁到11岁有心血疾病的囡仔注疫苗。60岁以上的老大人嘛，应该赶紧注第3档，减少患着病、重症甲死亡的风险。桃园一家3个人产生的面子幼儿园群组案继续摊开，目前有3间国小停课，总共16人染疫，其中超过半数是12岁以下囡仔。有医生表示，虽然囡仔感染新冠病毒了后，大部分是轻症或者是无症状，不过因为带病毒伫家庭甲校园继续传播，所以建议指挥中心应优先予囡仔做疫苗。台湾是不是认为幼童需要打疫苗？我觉得应该是有心肺疾病的幼童建议他打疫苗，如果不属于心肺疾病的疫苗，可以选择性的打或不打。另外，台湾测试为下礼拜开始，边境未解封，已经检疫天数会为即卖14天减低做10天。虽然伫部分的所在也免挂，相体也开放饮食。有专家提醒，因应台湾边境渐正式解封，民众一定要赶紧做疫苗。你一定会得到新冠病毒感染，因为这个病毒不会离开这个地球。那一旦你得到的时候，它对你造成的伤害会更大更大。专家强调，新加坡研究发现，全民2剂疫苗注射率8成以上，老大人也注第3剂，就算感染也是轻症。台湾防疫无法度完全放零，上大困境就是老大人疫苗注射率伤过低。那60岁以上第3剂疫苗注射率有8成，安尼解封的幅度才会更较大，会降低重症甲死亡风险。记者综合报道。指挥官陈时中伫2日8日假专工带团去高雄基顶观光，嘛为防疫背书。高雄市政府即马嘛拍算讲要发基顶更顶方式来进行基顶的观光哦。有店家就建议讲，会当补助民众免费坐邮轮来城观光客，认为讲这是一个袂歹的办法。饮料摊商将布棚仔卷起来，海产店将货车顶悬的饼装一箱一箱，准备要放伫海产下骹来开店。高雄基顶过年进前受到疫情的打击，高市府计划伫3、4月研发基顶更顶方式来进行观光，但店家希望会使对交通费降低做起。我觉得带动经济可能还会再稍显力道不够，我希望再强而有力的一个政策或者是方案。从轮渡站这边就可以做一些带状活动，可能像类似1个月搭免费的渡轮这样可能吸引民众进来的诱因会更大。有店家认为发更大有底气的效益，希望市府会使结合当地相关的活动，发挥1+1的效果。有店家认为，若要发基顶券，应该像高雄券同款，消费满一定的金额才送，互餐厅甲小摊商拢会使受惠。是啊，先吃一吃，再来我们这里消费，这样促进我们的经济。基顶观光虽然2日8连假伫卫福部长陈时中等人来观光了后，有小可回温，但比起进前生意也是有差。即马民代向中央争取600万的补助，市府嘛拍算投入预算协助，店家就希望政府会使好好运用经费，将振兴的效益上大化。记者陈焕武、柯建准高雄报道。罗西亚甲乌克兰小战嘛，影响到咱国内劳动基金。劳动部上新的报告是指出讲，因为战争甲全球通货膨胀的影响，劳动基金伫1月底了1000多亿。受到这个全球通货膨胀的影响，还有预期要升息的这个压力，那金融市场呢，它其实下跌的状况比较多，大概有3年的多头行情了。所以在这种消息面比不好的一个情况之下，还有就是乌俄的这个战争带起的一个情况，我们看起来也是第一季的一个状况会比较大幅度的震荡，但是慢慢的就会恢复到所谓的经济的基本面。
劳动部指出，因为国际局势影响，劳提甲劳保基金拢失了钱，2月有可能会阁愈惨哦。也毋过嘛是强调讲，各国拢开始升利息，经济嘛开始豆豆啊复苏。虽然今年第一季的基金表现了无好哦，也毋过基金是爱看长期的表现。因为物价拢会起哦，烦恼电价又搁起，会影响真大。虽然国内电价暂时无要起价，也毋过学者是认为，国际能源一直会起价，拢是台电甲中油先家己吸收，这拢是负债哦。也毋过最后嘛是爱全民来负担。新竹科学园区初一下晡差不多3点外大跳电，影响袂少厂商，包括台积电、联电等等半导体工厂。德科管理局证实，因为某一间电子厂的设备故障，才会引起附近的科技大厂电压嘛跌咧降低，造成跳电。不过冲击并无大。是一个7级压降了，重要机台他们都备有不断电系统，这个身上营运上是没有影响的。台电派人去检查，是个别厂商的问题，并毋是供电无够。也若跳电的原因，搁要进一步来调查。除了供电的问题，电钱敢会起嘛受到各界的关注，尤其是最近国际燃油的价格压悬，发电成本的压力是愈来愈大。不过最近物价压力大，外界预测目前是袂起价。也若国内电钱嘛为2018年4月份一度电2.5488块，起3%了后，变作是2.6253块了后，已经连续8届无起价啊。电价审议会呢会来评估相关的情势，包括成本。包括社会面、包括民生的需求，来决定我们的这个电价的共识。都惊电钱起了后，连带物价嘛跌咧起，加上今年佫有选举，学者认为讲电钱起的几率无大，不过电钱持续冻咧无起，稳定的负债是会愈加愈惊人。动涨的几率蛮高的，电价太低的话都没有那种诱因去更换设备，也是政府的。隐形的负债，一方面缺电，一方面又要补贴让它多用，那这个是矛盾的嘛？学者表示，有当时嘛是应该爱反映电的价效，若是国际燃油的价效伫咧观点，却是倒头来操作，甲电钱压落来。2050年净零碳排放要达到目标，恐惊是无遐尼简单。记者综合报道。4月底顶型光就到期咯，目前统计哦，政府部会发的光以好食光上侪人已经使用，只剩1成内的民众还未用掉。也毋过其他部会推出的光哦，拢有超过5成的民众还未使用。国发会地方创新光，阁有9成6拢还未使用，东子光嘛阁有7成5的人还未开掉。蔡政府第2摆祭出振兴县刺激经济，各部会也推出加码券。经济部提出414万份好食券，全部拢发了，只剩16%无用，表现上好。文化部的艺放券也阁5成以上无用，农游券甲客庄券也拢6成无用，热门的国旅券也有将近4成无用。疫情的影响的关系，我看这个也是蛮严重的啦哈。所以说我们的使用率哈。在经过228这年假之后的话，我们已经有等于说使用率又提升了5%了。使用率上摆前3名，第1名就是国发会推出的地方创新券，不只有4成无领，也阁有96%无使用。原民会爱玩券使用率也真歹，有87%无使用。体育署的动资券这1摆主打做运动、看比赛，使用率也只有2成5。我们这些场馆的业者或赛事举办的这些业者，只要是他所属的附属商品开的发票是这些登记在我们动资网这2500多家业者，它的用品其实都可以购买。因为我们的店家比较说属于微型，而且比较非都会区的地方，所以我们的店家基本上都是分布到中南部或东部，比较不会在大都会，像大台北其实店就很少。各部会加码券使用状况无理想，理会分析甲使用复杂爱下载 App， 加上通路过少无好用，民众领了后袂记哩使用，这3项因素有关系。离使用期限只剩1到2个月左右的时间，也呼吁民众赶紧用，进一步提升纾困振兴的效益。记者综合报道。交通部要推动代替公司化，伫228年假进前哦，嘛甲国营台湾铁路股份有限公司设置条例，送到行政院。3月7日嘛审查通过咯。也毋过代替的企业工会是批评讲，这根本拢无经过内部的沟通，嘛表示讲，因要发起3000个人上街头游行，必要的时嘛来发动罢工。高级的碗盘摆出来，
来营造青级餐厅的气氛。代替甲5星级饭店的都市，还佫有上市旅游公司合作，联合打造车厢内底餐厅级食室，要来吸引消费力较悬的旅客。100年的老店代替拍拼要来并盘，毋过国营代替铁路股份有限公司设置条例，3月7日伫咧行政院讨论初步通过，引起代替企业工会不满。讲交通部伫咧草案内底，敢若针对代替1000多亿短期的债务，比照92年的承诺，由政府来负担，所无说明讲剩下要3000多亿的债务处理的方式。连假一结束就立刻开始审议，意思就是说，他就是不希望你在这个时候你有什么样的一个工会的抗争动作，当然会引发说你根本就是黑箱作业，不排除各种抗争的可能性啊。代替企业工会预告讲，先甲民众回息的。未来抗争造成的无方便，是因为交通部食人教，互因进步部提无路。针对这点，代替局长杜美回应讲，会持续甲员工来沟通。虽然公司化条例就要送去立法院，不过其实行政院甲交通部对代替车辆的资产，未来要安怎处理嘛，也无明确的共识。爱等条例通过，另外定出规范。资产对于未来台铁公司的营运是很重要的。车辆这个进来配置到我们台铁局开始做正式营运的时候一定能够发挥它的功效。针对这点，交通部长王国材进前伊有一直甲员工来座谈甲沟通。针对企业工会强烈的反弹，王国材回应讲，工会诉求交通部已经尽量来争取，不过历史债务全部由政府来负担。目前员工的权益无改变等等，已经就政府财政负担的限制做上大的拍拼。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华人的红旗部落，之前进行部落会议主席改选，也毋过传出讲有人作票，部落族人今仔嘛去公所定情。花莲县万宁乡红桥村顶个月2日暗时7点，活动中心举行部落会议主席改选，毋过报道的所在根本无工作人员核对身份，就连住伫其他乡镇的道溪乡部落族人也应投票。不是本地的人不，那个户籍不是我们红叶村的，也是进来。你的程序，主席开票的经过的实在是太荒谬了。我们要身份确认，然后再你要验票，而且你到底总共发了几张票，你也没有讲，都没有讲的情况下，怎么会对呢？更可憾的是，现场171人竟然开出208票，开票数甲现场报道人数差真多。这么多证据，暗过主持投票村长兼现今部落会议主席做直接宣布当选结果。结果就是彭章福是91票，那吕少卿是113。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或疑问的话，那可以再请对方或是说出面来申请一个行政诉讼。红桥村这几年因开发地热，在当地引起无同款的意见，赞成甲反对方拢派代表竞选部落会议主席，这场选举关系部落未来方向，所以村民7日早起去万宁乡公所抗议。如果部落会议决议内容里面具有陈情效力的时候，我们公所会去做一些的行政程序上的去做处置啦。陈情书我据知啦，应该有送到公所，可是我们承办单位还没收到。公所强调会依照原计划自相同意权相关办法办理，昨天对公所消极态度不过来满意，会回正相关事情用司法管道证明选举无效。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因为战争，真侪人嘛开始检讨咱国内的兵役制度。国防部新提出的14天教育调级，头一批会伫初5来办理，有15000个后备军人，一天至少爱训练10点钟其中有2点钟是伫暗时做训练。行军行军的课程嘛至少有10公里以上，一天嘛会开放2点钟，互大家会当使用手机。俄乌冲突引起国际批评，也显示只有自立自强才能协助敌人开启战端。国防部提升后备战力，改革后的14天新制教调，总共有15000多名后备军人参加。今年试行1到3季，第4季总检讨。第一批初5就要正式上路，报道地点就伫桃园路的山卡国小。另外，乌克兰的动员司机后备部队编组，动员战力发挥，达到国军来有。有关于乌克兰动员的这个时机，跟他们这个后备部队的编组以及训练跟整体的一个动员战力的一个发挥，那我想本部会作为我们后
后续后备动员一个整体的一个研习的一个参考。为训练连贯性，新制教条无休困14天练好练满，逐天训练10点钟，有2点钟是夜间训练。教条课程也公开5大阶段，包含地工结合战术位置报道、帅气专长学训甲检测、编制武器射击、野战备训练等。毋过后备军人使用龙虎 K2 步枪甲即卖部队使用的 T91步枪有性能差距，互人烦恼战力可能无够。6K2 步枪属于我们现役的装备，目前还有16万余支，那后备部队使用总数有3万多支，目前都是以黄油封存在动员库房里面。新制教条主要互后备军人佮熟悉武器操作，结合后调、野外射击等真侪项目。毋过训练强度是毋是甲即卖部队同款？国防部表示，平均课程至少10公里以上。还有结合了野外宿营，这整个是一个循环。那每一个循环的课程是2到4天，那每一次战术行军的里程数至少在10公里以上。另外，教条期间手机使用规定比较相比部队会做出列管定点定时开放，逐天有2点钟用使用。记者综合报道。3月7日是西藏自由抗暴日63周年。今仔伫台湾的西藏人伊嘛伫立法院头前呼吁讲，台湾人着爱对西藏、香港、佮乌克兰的处境学着历史的教训。伊嘛会伫即礼拜六初5办大游行，嘛望讲所有的台湾民众会使站出来，来表达捍卫人权、小挺自由的决心。中国军队！这是连续18年，众人团体每一年拢会伫台北街路画口号，都是西藏自由抗暴日活动进行。伫台湾流亡众人甲民间相关团体共同伫立法院头前开记者会，呼吁台湾人爱为过去西藏、香港甲乌克兰即卖面对的困境当中，会记得这个假释。现在中共又在嚷嚷着，一直嚷嚷着，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将来这样的历史会不会在台湾重演？我认为从西藏的历史里面，大家应该汲取教训。希望海外众人纪念1959年西藏抗暴运动，每年拢会伫世界各地举行活动。伫台湾众人指出，西藏不止被中共侵略，而且文化语言、甲种族拢用要灭绝，所以要透过大游行这活动，让世界听到众人的声音。像今日，乌克兰不会被占领。为什么？因为有国际关系和注意，中国非法占领西藏，不断的灭绝西藏的宗教、文化、艺术、语言、文学。中国的这个政策就是不断的破坏。更较侪和平协议，拢无法度确保战车进入破坏领土。伫台湾众人表示，数十年来深刻体会到中共政权的压迫。今年活动包含3月初5下晡举办的大游行，甲3月初10的机关发挥，拢希望表达捍卫人权、支持自由的决心。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中有一寡骑倒摆民众是反映讲，落雨天骑经过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头前，因为遐路面上骨无适宜地雷残，希望当改善。也毋过科博馆甲台中市政府拢认为这毋是因的责任。后来经过协调，双方嘛表示讲会重新来设计这段道路。画面内底，即只乌色的轿车向变换车道，后壁乌倒摆要动煞直接处理，规过天雨监视器翕落来。现场会当看到恁若驶过即个红砖角的大路，无论是汽车、机车，拢会真明显一直准。这是台中自然科学博物馆事务园头前按红色砖角的车路，虽然敢若短300公尺，不过民众一个看，都知影科博馆到位啊。不过，若拄到落雨天，就会变较骨，对骑倒摆的人来讲是加真危险。下雨天更不好骑啊！哎呀，会有时候会打滑什么之类的。因为有积石代表有凹洞嘛。然后凹洞的话，有时候因为有可能凹洞太深，你骑过去的话会有点不稳。科博馆表示，伫23年前事务馆开园的时阵，迄当阵西屯路甲博馆路路口，一直到建兴路路口之间，现在有过路人行来行去。因为迄个路段无青红灯，所以应该市府申请迄段路安砖角。驶车、骑车经过，因为会一直准，所以希望这个车会当减速。不过，根据科博馆甲警方的统计，这个路段最近3年拢总有40件骑倒摆的人经过煞跋倒的事件。即卖路口的青红灯已经踩好啊，所以改善甲检讨的声音是一直出现。
我们觉得在几个红绿灯的路口，这几个路段，我们观察到是比较容易发生车辆事故的地方。还有一种做法就是直接在铺面上做一个粘着层，好，这也是他们的一种技术上可行的方式。科博馆认为讲，这车路的主管机关是市政府，不过建设局是强调讲，是科博馆要求这车路爱安全啊格，目前权责也不明。不过市府强调讲，会提出解决的方案，而且愿意甲科博馆分担工程的费用。区块路段，我们可能会把它原来的砖块，把它全部刨起来，哈，刨起来之后，我们恢复成一般的路面，再加上一些我们彩色性的标线，啊，来做一个美化的一个设计。限速30个交通标志挂伫遐，不过骑车经过的民众真明显是无伫注意。科博馆这段安全啊格的车路，停车的安全有争议已经真久啊。建设局表示，会提出新的设计方案。也那科博馆是建议讲，希望甲红色整啊角这段车路保留落来，维持原本的特色。记者综合报道。使用烟灯线就爱特别细腻哦。台南市消防局统计讲，最近3档的火灾甲电器有关系，就有439件，其中因为使用烟灯线造成的有85件哦，所以烟灯线的使用一定爱特别注意。去年台南一场工厂火警，对暗时烧到天光，消防局是出动4台外台的消防车，上百个消防人员来抢救。事后火调去调查，主要原因就是配电的问题造成。机件里面可能是老旧的关系，造成它里面的机件故障，产生高热。台南市消防局前期公布，台南市前3档发生的火警当中，因为电器的因素总共439件，其中阁是以烟灯线的火警上侪有85件。卷一卷之后把它竖起来。那你会担心知道说这样子是做的吗？是啊，不知道。对。通常电脑也会啦，吹风机也会，可是我不用的话，我都会把那个插头给那个关掉。造成烟灯线火警的原因，主要是超过用电，或者是甲绑起来。其实一条烟灯线是代表一个火路，如果若是插了伤侪插头，就会真容易起火。居家的大概都是15安培左右。15安培，你如果比如说你插一个吹风机，就插一个电热产品、电烤箱、微波炉这一类。差2个3个就可能已经超过15安培。烟灯线伫生活使用当中虽然真利便，但是用电的习惯也无好，真容易造成烟灯线超过用电。建议民众电器无使用的时阵，一定爱甲插头绑落来。然后厝内面厝内的配线，嘛应该定期检查更换，保障用电的安全。记者郑云南报道。政府开放福岛5罐这食品进口，嘛强调讲会用比国际如何严格标准来为民众把关。时代力量立委陈椒华搁再呼吁讲，政府应该爱针对输高控这种物质来做检验。若属真正无法度的话，直接爱甲南韩共款；若属验着色，就一定爱甲验看敢有事。实验室内底工作人员甲样本拍碎，初步处理了后，送入机器检验。一般食品检验辐射定针对电甲色，若要进一步检验师，原能会有2间实验室会当做，其中之一核研所爱开7工12500块。下早时代力量立委陈椒华来到实验室参访，进前有举行记者会表示，为着民众的健康，应该比较南韩检测到色的爱检测490。韩国他们的检验或者是他们的要求更严谨更照顾到国人的这个食品的安全的部分检测师开钱佮开时间，国际惯例是测到色的假设是存在，佮进一步来检测。食药署进前表示，针对电甲色定出标准的有够来保障食安，但国内团团代表认为有风险。你看不到色，其实你也不会去怀疑湿人，那这是一个盲点。这样490对健康危害，清大教授王竹芳目伫科学月刊发表指出，湿是有名趋骨性核种，食入去人体亲像钙会吸收，累积伫骨髓甲骨头当中。辐射能量高，对造血系统破坏强，伊的半衰期达到28.8年。那10岁囡仔食入去到70岁时阵，大约阁有1/4的毒性未当无谨慎。记者综合报道。有新型肝炎的民众爱特别注意哦，因为有可能恶化做肝癌。即马新型肝炎其实食药啊，就会当治疗，一疗程大约18万，也毋过健保拢会负担。也毋过咱国内嘛是大约6000个病人哦，拢无愿意接受治疗。
肝是袂疼的器官，肝若是出问题的时阵，并无啥物无爽快的感觉。台湾发出2025年要消除4型肝炎，予25万的患者做治疗，所以健保署甲18万的疗程纳入去健保的给付。不过，根据健保署的统计，目前差不多有6000个4型肝炎的患者也未接受治疗，果是分嘉南地区就占55%，桃园新竹苗栗地区占14%，高屏地区占13%。南区的他们的筛检比例会有比较高，我们已经开放了，所有的病人都是可以来接受治疗。那所以这边比较轻微的这些病人可能是没有什么症状的，对他们来讲可能就是没有这种就是病耻感的一个状态，所以他们可能不会想要积极的治疗。健保署表示，到去年底为止，全台湾已经有13万1千个4型肝炎的患者接受治疗，已经达成2025年加25万人做治疗的一半。不过，这几年因为疫情等等的因素，治疗的速度愈来愈慢。另外，还有差不多13万3千个要感染4型肝炎，抗体是阳性的人，也未检验病毒的量，来确定病毒敢是还佫伫体内。医生表示，4型肝炎的患者，平均4个人都会有1个人是肝硬化。肝硬化的病人每20个人都会有1个人变做是肝癌，真侪人恐惊是毋知即个严重性。目前4型肝炎口服新药啊，毋若无传统干扰素，有发烧、甲落头毛等等的副作用，而且只要2个月至3个月，都有98%的机会会当复原。C型肝炎一般来说，除了一开始早期发炎之外，经过了大概15年到20年左右，就会进入到肝硬化，比如说像腹水啊、食道静脉曲张破裂、会大吐血，30年左右的阶段，你就会有肝癌的风险。医师提醒民众，若是感觉有哪像肝炎的症状，包括黄疸、腹肚正边顶悬是感觉肚肚闷闷啊痛，尿的色水袂输是红茶同款等等，都应该赶紧去医生看，进一步做检查。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湾一间专门的进口乌克兰印度酒的贸易商是讲因为战争，即马酒已经停产了。这间厂商提出300组的印度酒要来义卖，钱是要捐予乌克兰。也毋过伫过程中是发现网络有一寡假的口罩，想要骗钱发战争财。回头拍着大楼，民众惊行，还有加落出现着装甲车，甚至交战了后，战车拢互烧歹去。这是高雄的贸易商伫乌克兰的朋友所提供的画面。战争了后，为着避难，原有的酒厂是停止着生产，高雄嘛无法度摕着原料，贸易商嘛决定要把伊库存的酒摕出来义卖，捐予国际救援团体。每6个小时啊，或是8个小时有讯号的时候，就传个讯报个平安。那上帝保佑，他们基本上现在都是没事的。All Taiwanese are my friends,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Thank you for staying with us. 谢谢台湾。贸易商想要鼓励国人会当帮助当地人，所以嘛出现着假的笑话。真的账号是 safelife.in.ua， 但假的网址是 safelife.net.ua。你只要点进去的话，你捐了这样的账号的话，那你可能就不知道到哪边去了。他们也没有办法出来，有的也没有东西吃，所以真的很糟糕。伫个台湾的乌克兰人嘛出现来停这个活动，讲伫个前一天才甲厝内的人联络。即马战事较危急，有真侪人免伫个防空洞，也是厝内物件无到遮是主要的问题。为着要小听家己布地高跟鞋教堂，嘛用乌克兰国旗来点灯。预计3号到6号连续4暗时拢会点灯，希望这个战争会当早一日平息。记者王刘婷、陈显坤高雄家己报道。来看12月底到1月初是嘉义县正各只来的农民开始接机的时阵也毋过顶一阵因为天气真冷，佮加上一直落雨，嘉义县竹溪乡的各只来拢无法度授粉，造成真大的损失。嘉义县政府嘛甲农改场去勘察，嘛表示讲会来协助争取补助。就是低温下雨，授粉不良。原本应该开花调购的各只来即马看起来拢连连。农改场人员会同县政府甲农民实地了解旱流造成的损失。开花的时候就不授粉，就这样子，而且又最近这一波连续7、8天的下雨，也影响蛮严重的。嘉义县竹崎乡是高只来的主要产区，种植面积有70万公顷。受顶一站天气寒佮落雨的关系，高只来毋是无开花，就是停止生长，有8成受到影响。
那因为他们嫁接的时期其实蛮长的，然后就是可能会遇到受损比较严重的一个阶段是不太一样的。高阶离穗啊，因为受到连日降雨跟前阵子低温的影响，那普遍都有接穗不良的状况发生。农民表示，高价来水拢是为日本进口，去年就因为寒流造成损失，今年阁发生同款的情况，希望政府会当协助。农业处嘛指出，这2档拢有陷害，除了协助申请补助。嘛，提醒农民会当注意农业保险的政策，减少气候带来的损失。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屏东东港的下晡社区，去年有种彩色的稻仔，反应是真好。今年是虎年，社区嘛利用彩色的稻仔，伫产能种出一只好。咱做伙来了解，这样古锥的图案是安怎种出来的。产地的稻仔有的乌，有的青，无共色水。远远甲看过，竟然真做一只好，实在真有气势。这是屏东东港的下晡社区，去年头一摆种彩色稻仔来装塔，民众拢真介意。今年拄好是虎年，社区也用好来设计道行。去年的话，地方的反应非常的好，所以我们今年再继续跟那个农在办公室这边说申请了下去做那个采稻。今年的主轴是因为虎年一个老虎，这个虎年可以祝大家能够虎年行大运。庄里的新农奖得主林清源，7年前伫县府举办的采稻艺术节，种出100红仔稻，引起关注，拼出名声。所落来，伊也连续3档替热带农业博览会种彩色稻仔。去年开始，林清源和因阿兄，也就是下晡社区的理事长林清发，伫故乡种彩色稻仔。因为毕竟我们这个乡下比较少，有看到可以看到这种画面，把那个争取的经费用来做这个采稻。社区表示，希望透过彩色稻仔技术，让大家更较认捌下晡社区。未来阁打算结合观光、社区旅行，行销下晡社区的农特产。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南投的德山有一个生态导览员，伊对经济是真有兴趣，收集各种的经济20档咯。伊嘛甲经济加工做出一寡手工艺品哦。伊嘛有开课教民众来熟悉经济，嘛做一寡 DIY。收集无共品种的种子，是德山的生态导览员林立冠的兴趣。毋过，伊另外一个身份是手工老师。而且，伊就利用这寡伫树林收集的种子，互看起来普通平凡的种子，变作水当当的手工品。因为刚好我那时候就是有社大请我去上课，那个学生出去的时候，地上很多种子，所以我很多种子，像这个都跟我20年。对，所以因为我学生态的时候到现在快20年，那就因为这样子，我就开始一直剪。那开始我就一直想说，我要怎么去突破我现在的这种学生态的这种面向。因为你如果做 DIY 手作，那你可以教人家的时候，你自己也可以增进。林立冠的工课是向民众了解在地自然生态，伊除了加深导览的内容，也咧想讲这寡落地涂骹的种子佫有啥物用途。尤其德山土壤条件袂歹，种子的种类也真丰富，伊就想讲会使做手工开课程，互种子以无共的模样重生。其实我们竹山有很多地方可以捡种子哦，那也就是南投的种子其实跟别的地方的种子很多都不一样，因为栗就橡实啊，壳斗科的橡实，在南投是最多物种。南投算一个中部，它就是比较好的一个气温，所以气候啦，那土质什么都比别的好，所以它就会长出很多不同面向的种子。林立冠即马愈做愈熟手，不过伊也提醒讲，若要摕种子来做手工，一定要捡落地涂骹的，唔通硬板树顶的，才袂破坏环境。记者综合报道。真侪人去海边耍水的时阵，拢会穿落里啊，结果嘛发现讲，这款的青苔伫海洋的塑胶粪扫内底是占真侪。浙江伫坎亚东南部的观光胜地，这日会海岸清除塑胶粪扫，结果短短1点钟，伫2公里长的海岸线，就捡真侪粪扫，其中各以人字形的青苔上侪。Because flip-flops are the most common, most affordable pair of shoes for a lot of people, rich, poor. Everybody has got a pair.
志刚表示，这种衬托真俗，真侪人海去都拼掉搁买一双。海边沙坡拢是这种塑胶本素，其中有我甚至是漂洋过海，为印度甲菲律宾抢过来。回收业者对这种情形感觉真着惊，因估算加拿大肯亚一年都要回收75万到100万箱。We receive like weekly. We receive about 1.2 tons a week. So turn these ones into months and then into year. Actually, it's like more than 40 tons or per year or per. It's a lot of flip-flop actually. 不过这衬托洗清去了后，其实还有用处。回收业者请别工将这衬托加工搭在塑胶成型的物件顶缘，结果5花10色的动物甲7道物啊，有的是做成挂钩这实用的物件。业者讲，虽然有寡大型的物件爱用2000箱的经济型的衬托，不过因拢无烦恼原料是不是充足，这代表塑胶本素污染的问题是真严重。By removing flip-flop from the ocean, we are saving our marine lives. 业者希望民众共同努力做好回收，当然上好唔通凊彩拼衬托，唔通互塑胶本素成做海洋生态沉重负担。公司新闻站回应朋友。下晡半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3度。中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6度；南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30度；东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6度；外岛地区上低12度，上悬20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